八達旅遊貴州、重慶、湖南6天純玩團，呢度係全國最大嘅侗族村莊之一——紹興侗寨，素有侗鄉第一寨之稱，又被稱之為鼓樓之鄉。邊沙苗寨，中國最後一個持槍部落，仍然保留住用鐮刀剃頭、吹蘆笙、跳蘆笙舞、槍手射擊表演。接住嚟到世界3大梯田之一家榜梯田。梯田唔同季節唔同嘅景色，呢度係秋天。秋冬過後，春天來臨，梯田注水期亦別有一番風味。參觀完家榜梯田之後，轉眼間我哋嚟到鎮遠古城，感受古城日與夜之間嘅變化。舞陽河兩岸燈火輝煌，鎮遠古城後，嚟到中國貢都朱砂古鎮。古鎮內仍保留住80年代生產期間嘅景象。當年挖礦嘅礦洞，銅仁中南門，從銅仁出發嚟到一腳踏三省嘅地方，邊城古鎮，乘坐人工手拉啦啦道過重慶。最後一站，我哋嚟到湖南鳳凰古城。